也若伫咧嘉义市东区的准头里这带呢，是有民众去翕到这高山仔出现伫咧社区内底。市政府虽派人要去甲了，也毋过呢，煞互这高山仔走去啊。在地民众讲，其实这已经毋是第一届看到，也若市政府也呼吁民众看到这高山仔的时阵，千万毋通甲饲，嘛莫家己甲赶，着爱紧通报互专人来甲处理。民众翕到高山仔伫树仔顶面，这是嘉义市东区的准头里。29号有民众看到3只高山仔雄雄出现伫社区内，其中1只狗毋若爬起伫电火条，搁坐伫人家厝仔外口的铁厝，画面放伫地方网络社群平台，嘛引起地方居民的讨论。乌白走，乌白干，乌白摕，乌白食。走去走到迄个大楼的建中新城楼尾顶嘛去哩。伊离迄个跳落来啊，搁跳去，后尾也走喺大楼足紧的。嘉义市政府接到通报，赶紧派人去到现场要来抓。不过高山仔的动作真紧，所以嘛无法度来抓到。市政府就呼吁民众，若是有看到高山仔，毋通饲物件好食，嘛毋通上我要甲抓，爱赶紧通报相关单位。民众如果遇到猕猴的话，一定要遵守3不原则：不喂食、不接触、不驱赶。那避免猕猴因为受到惊吓而产生攻击的行为，进入到民宅。里长表示，准头里这个所在，甲嘉义县竹桥湾桥的山谷有相接，所以高山仔可能是为遐走礼拜饲牛的。去年已经有过一届，今年又搁出现，就惊高山仔愈来愈要紧人家厝内找食的，刷落会继续注意，嘛会提醒里面爱提高警觉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